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西班牙的男子奥纳德，伫意大利牵涉到汽车造售的诈骗，1000多人受害，不法的所得超过10亿，方发布为国际通缉犯。伊走来咱台湾美5年。 大早日，互移民署强制赶出境飞新加坡，也毋过新加坡拒绝伊入境，抓甲搁甲送倒来台湾。奥纳德想要留伫台湾，怎向高等法院申请加处分，结果互驳回，昨7月第2届互赶出境。即摆上新的消息，讲台湾政府甲欧盟行政总部取得共识，双方约定伫个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甲奥纳德交互欧盟的。 国际刑警。发电机一个落地就一直讲电话，这个西班牙查甫人叫奥纳德，今年一天互台湾强制赶出去，重回台湾同款无法度，就急甲律师要参详对称。他可以选择要去哪边吗？不好意思哦，走。 伫意大利犯10个诈骗案，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的通报。奥纳德秘伫台湾5年，带某囝开4间公司，未输成功的生意人。台湾被这个暗号国际通缉犯10月决定将伊赶出去，不过人送到新加坡，被拒绝入境。奥纳德申请暂时的状态假处分，被拍倒来，只能搁陪欧盟的国家进行申请提审嘛无效。 要停止一个有效的行政处分，原则上还是要向法院去申请停止执行或是假处分。那相对来说呢，提审主要是自由被限制的部分了。那因此，如果前者被驳回，即使提审成功的话，那恐怕实益也是比较有限。移民署表示讲，台湾对早起零用稳国际红色通报明显危害国家安全，驻外单位甲欧盟司法机关决定要伫上紧的时间内将人遣送到欧盟国家，才决定敢要转交予西班牙。 但西班牙好像没有跟新加坡讲好，人送到那边被拒绝，大家也都很傻眼。这之前没有发生过，但其实没有差，因为就不可能让他留在台湾。敢若是因为沟通问题，发生咱国头一摆人赶出去，结果被退回情形，因为奥纳德的居留证已经予移民署注销，第2摆被赶出去。若是讲伊转到西班牙，就算台湾的官司拍赢嘛无路用。 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